一場圓滿嘅告別，點解轉眼會變成咗心噏嘅牽掛？近日香港演藝圈傳嚟一則五味雜陳嘅消息，84歲嘅資深藝人盧海鵬鳴金收咪告別演唱會啱啱落下帷幕，就有壞消息悄然傳出。古天樂第一時間緊急趕往探望，隨後周潤發亦都匆匆前往探望。呢一個突發情況令到外界對盧海鵬嘅健康狀況越發擔憂。要知道呢一場演唱會堪稱近期港娛圈最具情懷嘅盛事。84歲高齡嘅盧海鵬以一場演唱會正式告別堅守數十年嘅舞台，呢個唔單止係佢個人演藝生涯嘅謝幕，更加係一代港娛人嘅集體回憶殺。為咗呢一場告別演出，港圈半壁江山嘅資深藝人紛紛現身站台，場面之隆重，足以見得盧海鵬喺圈內嘅分量。演唱會開場之前，便有重磅消息傳嚟。盧海鵬嘅 TVB 訓練班同期同學周潤發特意提前抵達後台探班，唔單止送上寓意吉祥嘅利是紅包為老友打氣，仲同盧海鵬親切交談，叮囑佢注意身體。兩個人嘅情誼要追溯到上個世紀70年代，當時盧海鵬以29歲嘅年齡考入咗 TVB 第3期嘅藝員訓練班，因為成熟穩重被選為班長，仲曾經多次提醒愛穿背心拖鞋上課嘅周潤發注意儀容。呢一份同窗之誼，一晃眼就係半個幾世紀，從來未褪色。當晚演唱會現場更加係星光熠熠，胡楓、石秀、夏雨、阮瓊丹等港圈老友端坐觀眾席，全程為盧海鵬喝彩。葉振棠、賈思樂等歌手輪番登台，與盧海鵬合唱經典金曲。最令全場沸騰嘅，當屬苗僑偉同埋黃日華嘅同台，兩人攜手唱響《鐵血丹心》，熟悉嘅旋律響起，瞬間將觀眾拉返去武俠劇嘅黃金時代。兩個人重現經典熒幕形象，同盧海鵬嘅互動更加係默契十足。苗僑偉仲喺台上打趣，稱自己身形健碩，可以震懾住盧海鵬，所以從來未被佢嘅點名批評。黃日華則爆料，早年合作嘅時候，曾因為一句台詞講唔好，拖累劇組拍到凌晨3點，鬥到全場大笑。作為主角嘅盧海鵬，當晚亦都施展渾身解數，演唱咗《小李飛刀》、邊個話我傻、幾許風雨等多首經典歌曲，仲特意扮成肥姐沈殿霞出場表演《碧海狂爭》，憶述兩個人過往嘅情誼，情懷拉滿。被戚美珍調侃今日真係靚仔得好緊要嘅時候，佢亦都秒回，因為後生咗，幽默感絲毫不減。但係細心嘅觀眾唔難發現，呢一位八旬老人嘅狀態暗藏隱憂。登台時候嘅腳步略顯論盡，全程需要工作人員暗中留意。演唱間隙偶然會有停頓，氣息不如從前穩健。演唱會結束之後，更加係有網友拍到佢離場時候步履蹣跚，雙腳不停發抖，需要緊緊握住扶手，喺工作人員嘅攙扶之下，先可以艱難咁樣走向座駕。面對粉絲嘅合照請求同埋簽名需求，亦都顯得力不從心，只可以揮手致意。當時有唔少網友仲感慨，八旬嘅老人可以完成整場演出已經屬不易。但係邊個都估唔到呢份不易嘅背後，令人更加心噏嘅狀況係演唱會剛落幕冇幾耐，就有知情人士透露盧海鵬嘅健康狀況突然惡化。原本就飽受病痛困擾嘅佢，術後恢復並唔理想，情況不容樂觀。消息傳出之後，古天樂第一時間放下手頭嘅工作，緊急前往盧海鵬家中探視。隨後周潤發亦都匆匆趕來，外界對盧海鵬嘅狀況越發擔憂。事實上，熟悉盧海鵬嘅人都知道，佢嘅晚年幾乎係喺病痛嘅反覆糾纏中度過嘅。近期接受採訪嘅時候，佢亦都曾經坦言自己多年嚟一直飽受糖尿病嘅困擾，後續因為併發症引發青光眼，最終導致右眼失明，日常嘅行動多有不便。更加早之前，佢仲因為心臟血管閉塞，不得不接受通波仔手術，當時嘅手術費用高達20幾萬。正當佢為費用發愁嘅時候，古天樂得知消息之後，二話不說就主動墊付咗全部嘅費用。更加令人動容嘅係，呢一份幫助並非一時興起，而係長達數年嘅默默守護。後來盧海鵬通過保險公司獲得賠償，將手術費如數歸還咗俾古天樂，但佢始終以為後續每年嘅復診費用係醫院嘅免費項目，
直至到近期先至從經理人公司職員口中得知，過去嘅7-8年，佢每次覆診嘅所有開支，其實都係古天樂喺背後默默承擔嘅。期間兩人多次碰面，古天樂卻對此事隻字不提，低調到極致。盧海鵬坦言，自己得知真相之後十分感動，卻始終未能找到合適嘅機會當面道謝，因為佢都唔知道我已經知道呢件事。除咗古天樂，苗僑偉同埋戚美珍夫婦亦都始終對盧海鵬關懷備至。得知佢因為糖尿病併發症眼睛不適之後，夫妻兩個人四處為佢打聽名醫，經常約佢出去食飯，帶佢去醫院覆診。哪怕偶然會被脾氣暴躁嘅盧海鵬責罵，亦都從來未放棄過對佢嘅關心。戚美珍仲喺演唱會上面透露，盧海鵬每日早上都會堅持跑步至少半個鐘。呢個習慣已經堅持咗6年啦，或者正係呢一份堅持，先至可以令到佢勉強支撐完成成場嘅告別演唱會。而周潤發則用咗另外一種方式陪伴住呢位老友。作為多年嘅同窗同埋跑友，佢經常鼓勵身體欠佳嘅盧海鵬多啲鍛煉，仲曾經約佢一齊跑步。只係礙於各自嘅日程，始終冇能夠湊齊完整嘅時間。演唱會嘅現場，周潤發全程端坐前排。每當盧海鵬演唱完一首歌嘅時候，佢都會率先起立鼓掌致敬。如今得知盧海鵬狀態不佳，佢第一時間趕往探視。呢一份跨越咗半個幾世紀嘅情誼，喺浮躁嘅娛樂圈當中顯得格外珍貴。睇住古天樂、周潤發等好友忙前忙後焦急探視嘅身影，一個疑問亦都縈繞喺所有網友嘅心頭：盧海鵬並非無兒無女，點解關鍵嘅時刻陪喺佢身邊嘅卻係圈中好友，而並非血脈至親？佢嘅仔女們又喺邊度呢？根據公開嘅信息顯示，盧海鵬一生有過2段婚姻，育有2女1子。按照道理嚟講，早就已經兒孫滿堂嘅佢，晚年本應該享受天倫之樂，但係現實卻係佢個3個仔女都遠在加拿大生活，平時極少返到香港。即使佢喺生病住院接受手術嘅關鍵時刻，仔女們嘅關心亦都遠唔及身邊嘅好友，甚至喺佢籌備呢一場告別演唱會嘅時候，亦都只係希望仔女可以從加拿大返港觀看，卻從未強求，更加不曾主動前往加拿大探望仔女，坦言唔想打擾佢哋嘅生活。仔女同佢關係疏遠，並非毫無緣由，呢一切都與盧海鵬嘅性格有住密不可分嘅關聯。喺圈中，盧海鵬嘅壞脾氣早已經係公開嘅秘密。佢性格固執，講話直來直去，甚至經常口出粗言，鬧人毫不留情。同佢合作過多年嘅藝人林建明就曾經公開表示，自己越嚟越唔中意盧海鵬，因為佢身體唔舒服嘅時候，情緒就會變得格外暴躁。每一個同佢做節目嘅人都俾佢鬧過，自己後來亦都被鬧怕咗啦。每次見面打完招呼就會嗱嗱聲行遠啲，咁樣嘅脾氣唔單止令到佢嘅朋友圈變得狹窄，更加直接影響咗佢嘅家庭關係。盧海鵬有過2段婚姻，佢嘅第一任妻子係廣州同鄉，兩人喺佢赴港之前便已經結合，婚後育有2個女兒。根據盧海鵬本人受訪嘅內容，佢早年喺廣州曾經擔任歌舞團團長，後來因為時代因素未可以如願考取藝術校院，仲經歷過教書下鄉嘅歲月，最終喺1970年代初跟風通過游泳嘅方式從深圳灣偷渡到香港。上岸之後向警方自首並留港謀生，當時根本冇力接家人赴港團聚，異地嘅婚姻自然亦都冇辦法維繫。再加上佢固執暴躁、不善溝通嘅性格，最終與第一任妻子因為長期吉核同埋相處矛盾和平分開。2個女後續隨母親生活，成年之後定居加拿大。盧海鵬嘅第2段婚姻則係喺香港發展期間締結，妻子係梁秋薇，2個人婚後育有1子。呢段婚姻同樣未能逃過性格不合嘅魔咒。梁秋薇始終冇辦法忍受佢動輒發脾氣、口沒遮攔嘅處事風格。尤其係無法接受佢將工作中嘅急躁情緒帶入家庭生活，最終選擇離婚。個仔喺成年之後，亦都追隨家姐們嘅腳步，前往加拿大定居。2段失敗嘅婚姻，加上常年專注演藝事業，疏於對仔女嘅陪伴同埋情感溝通，令到佢同3個仔女嘅親情紐帶逐漸弱化。
即使後來佢斬獲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時候公開感謝家人，亦都未能徹底修復呢一份疏離嘅親情。如今仔女們喺加拿大成家立室，有咗自己嘅生活，同盧海鵬嘅聯繫更加係日漸稀疏。對於呢一份疏離，盧海鵬或者有住自己嘅愧疚同埋無奈，只係佢向來唔善於表達，只可以將呢一份遺憾藏喺心底。喺近期嘅採訪當中，被問及收山之後嘅生活，佢只係淡然一笑，稱咪又係做翻人咯。但係呢一份淡然背後藏住晚年嘅孤單，或者只有佢自己最清楚。如今盧海鵬已經正式鳴金收咪，告別咗堅守數十年嘅舞台。呢一位84歲嘅老前輩，一生為港娛事業奉獻咗自己嘅青春同埋汗水，經歷咗婚姻嘅坎坷、親情嘅疏離、病痛嘅折磨。如今收山之後，能否擺脫淒涼，安享晚年？我哋亦都不妨期待喺好友嘅悉心照顧之下，盧海鵬可以早日恢復健康。即便仔女唔喺身邊，亦都可以喺老友嘅陪伴之下，過上安穩舒心嘅晚年生活。畢竟咁樣一位敬業嘅港圈老前輩，值得被歲月溫柔以待。而佢同仔女之間嘅隔閡，係咪可以憑借住呢一次生病嘅契機得以修復？呢個或許亦都係所有關心佢嘅人心目中最牽掛嘅問題之一。